班赶快请恁一下，拜托啦！歹势，我无啉饮料。李耀，你找我是要创啥？你搁有迄个面问我要创啥？我这要问你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即马是要讲啥？我早就甲你警告，离阮念词较远的，你就是讲袂听。我趁伊还袂认到伊亲亲妈妈正正，借机会安慰，甲念条条食伊的豆腐。你正正就听下机会接近念词，即马知影伊真正的身份了后，你对伊就搁较唔死心啊，对无？那即摆你啥话袂讲啥？我甲念慈两个人是好朋友，唔是你所想安尼啊。上好是安尼啦，我甲你讲，念慈是阮某，全天下无一个做翁婿的人会当忍受家己的太太红染，看一个袂够染嘞。我今仔日若是无好啊，甲你教示一下，后边啊你拄到伊，凡事毋若是咱，你真正就甲斟落啊！林耀，你莫愈讲愈超过哦。超过的人是你啊！你生气就是无？你好啦，看别人的某，即摆搁想要拍别人的翁哟。罗毛就是罗毛啦，敢若会晓靠拳头舞，咱唔免讲道理就对啊啦。拍你哦，甲嫌我的手会有垃圾面。你耀，我甲你讲啦，我甲念慈两个人是清清白白的，你要安想，凊彩你，我办都插你啊！你若讲较阮某，我看到你一届就甲你拍一届啦。